后来，这个国中升高中的会考公布着成绩，有家长来发现讲，师范大学附设的高中，也就是师大附中，原本至少就爱考32.8级分才当来录取，但是竟然有人才考9.6级分就录取了。家长想袂晓，莫非是系统有故障？会考的主办单位出面来说明，讲这个考生是用特殊身份录取的，一切拢符合规定，未来影响到一般考生的权益。学生啊，为着家己的未来打拼，尤其是号称做是明星高中的师大附中，是未少学生的目标。因过录取的条件拢爱32.8级分以上，想要到竟然有人用9.6级分的成绩就会当录取。能上好就去好。他有到一个很棒的环境啊，但是最后会变怎么样，就是看他自己的努力这样子。不是分发出问题，原来是和学生啊特殊的身份有关系。按照即摆制度，特殊生包括原住民、身心障碍、盲从生、侨生，也有外派囝儿。通常特殊生会当加25%派分数，原住民更加悬，会当加到35%。好羡慕。我也希望自己有原住民血统。时代在进步了，资源大家也慢慢都比较好了。其实我觉得加分是可以调整一下啦。这个加分无啥公平，因过其实特殊生参一般生争取的名额无同。高中招考时阵规定爱收取一般生的2%作为特殊生的名额。以师大附中今年招生的资料来看，一般生收634个，升中生参原住民拢是收13个学生啊。以特殊生的加分来看，会考原选分数是9.6级分，增加25%变成12级分，增加35%就变成12.96级分。虽然讲会考敢若占总成绩的30%，不过其他项目若是拢满分，这分数一加落就会当超过未少人。现在讲的就是融合教育嘛，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，其实进到学校里面都有相关的一些辅导的措施，或者对于这些孩子也有另外的一个学习评量的考察办法。特殊生加分的议题，让大家正讨论，要安怎让每一个囡仔会当公平竞争，嘛考验专家，要安怎制定考试的制度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